经济部国际贸易署辅导，工商时报主办的2024台南国际绿色产业展，30日伫大台南会展中心盛大登场。展览结合海外7个国家，94间厂商展出250个单位，是2年来规模上大。开幕即天，市长委托工商时报总经理王如哲、印尼办事处代表100等各界贵宾一同剪彩庆贺。请用钱，掌声鼓励，预祝2024台南国际绿色产业展开展成功，厂商订单满满。在会场中，大家看到最多很多的就是绿色能源车辆，好，那还有这个包括太阳能面板，还有包括充电桩等等有绿色能源概念的一些设施以及器具，这些发展都在台湾很蓬勃的发展。那在今天的开始的这个展览里面，大家可以一次看得非常非常的周全。台南是我们台湾旅游最好的一个地方，今年正好也是台南400年，在我们伟哲市长的带领之下，我想台南如同刚刚伟哲市长提到的，也是我们台湾第一低碳城市。我希望在未来，我们全世界都在讲近零排放的过程当中，我们除了台南不落人后之外，每一个人我们都以身作则，让台湾成为一个宜居的一个很好的地方。今年展览重点包含先进太阳能供电技术、上新的光伏材料、高效能太阳能板以及创新能源转换技术。除了以上先进的科技，智慧充电桩甲绿色智能都灵系统，也是这次展览的亮点之一。主办单位指出，展览还特别设立商务媒合活动，总共有17间厂商参与，提供1对1专业媒合服务。和展览不仅是展示产品的场域，也是一个促进国际合作甲交流的平台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。